台北苗栗客家人，我係台北人，我係苗栗人，我係台北苗栗嘅客家人。好，什麼？現場誒，很好，水來水掉，共享，韓白假是嘅那尾牙細節，我走在前面走的，一定會搶來哦。超級中立人，總大貴，愛你強項，係強項，總大貴，唔係討厭，絕對唔係總大人，啊，我係總大人，啊，你係麥經理，好爛哦！你接不到尾牙了我。想要 cue 人家畫面呢，總唔得嘛嘿。好，謝謝。好，其實我唱詞雖然係台北台，不過我假使要了解嘅書姐咯，是會轉去幸福佢阿公阿婆，你幸福最有名係乜地方？係，不過我唔係帶時期哦，我係帶下種下蔬菜，所以下白海鮮呢個優秀俾我誒。當然有哦，要學牛，要學雞豬啊，哦，那個台菜煮咧，我買個喵嚟貴。好啦，你咁重調，因為下白海鮮啊，所以那個潤安唔講啦，下圈，所以大白轉移係書真所可以抽水。馬上會幫抽水。我先看鳳件，因為那個鳳梨嘅發田雞啊，都好看，海鮮啊越派啊越熱烈，都好看。韓國如果講啊，該挑白嗬，唔單止有五山啊，海參做啲雪啊，佢還有蠻地嘛，雪森林。雪你去韓國嗬，是去彩亭咁咪地咯。那種是雪森林係隻室內滑雪場，高料嘅地方會落雪。雪落下的聲音都好大。頭先雪森林，大家都係種藥材，係雪森林的冰。對啦，所以該算係我社書節啦，童年最好嘅回憶。誒，我喺來自屏東嘅竹田嘅喜事村，我係喜事村其實交通會唔方便，因為我喜事嘅火車站係貴泰嘅火車站，就係因為我哋屏東過來係歸來聯絡到喜事，喜事過後就喺竹田潮住，啊竹田雖然係竹田，等下會留全台灣嘅鐵路從細我都係睇喜事火車站附近嘛，我喜事村係國泰村，因為竹田國中雖然按到竹田國中，不過國而家嘅學校係睇喜事村，唔係睇伊係竹田鄉嘅喜事村，唔係睇竹田，不是在竹田。竹田鄉嘅喜事村，咩喜事村咧？竹田鄉。伊唔係睇竹田村，嗰時候我喺竹田國中讀書嘅時陣，係我騎腳踏車騎出去2分鐘就到誒，嗰度過去，就話啊，我哋喜事村嗰啲仲下，唔過我講交通要火車先方便嘛，唔過我哋喜事村冇寫俾你。嗰時候我哋就是要領貨啊，那我。嗰時候有冇卡本上你聽下動態？我買青島東西。兩包一種兩件哦，兩包已經用架散咯。就會去領到過來就竹田啊。韓國做當件事係凍好，有一隻食法係板條撈米粉強下食。誒，撈強下。哦，這樣就是一碗。然後就是有板條跟米粉窮下，嘿，早餐也會吃這樣哦。咁樣按到嘛嘅？咁樣冇嘛，意思一點，米粉加板條。對，我要米粉加板條。哦，係，其實我不應米粉加板條。韓國是係倆泡菜。哇，係倆泡菜倆下到麵店都賣得到。因為客家仲有賣到啦，所以客家人版本嘅天婦羅。係，唔過客家字度肯定多少冇共用啦。基本意思帶來3種口味，啲係嘅飯酥，嚇啲係嘅紅蘿蔔、風菜頭，嚇啲係嘅九層塔、七層塔。咁似香咧，係啊，係當香是佢整鋪好嘅時節，你是按是當好食。佢主動買個kenjong，咁咪當生氣。kenjong當背啊，kenjong就是魷魚羹啊。哦，魷魚羹，對，勾芡。kenjong啊，你都講kenjong啊。kenjong當背就會放這個泡菜的血，對嗎？就會變成，就是這是一個吃法。好有客家精神哦。有日本料理嘅感覺，日本料理就我們吃。至於講起來一槍一狗氣，日本料理。對，我們吃一定要這樣吃啊，就是會放跳不用該
所以人家鋪出嚟的血血，安樣是當好是。像外地客家人其實應該當好食嘅剃頭糖，係從我爸爸就當好食咯。嗰時我細嘅時節就接送食嘅呀，博嘢要帶，一唔係博嘢咯，係外地種辣嗬，其實因為大家都想講，種辣那有乜嘅東西有用面聽聽嘛，你用談嘅剃頭糖真係最清有名嘛，我其實種辣。佢一剃頭糖，剃頭樹，比愛行卡台，很大路，很卡路，你講先同你阿爹係嗎？你說你手上拿這塊嗎？復古就很 old school。你講一不用動叫誒，唔係因為其中佢一下嘅包裝係冇強用，係較新式嘅包裝，不過頭擺係用報紙嘅，係用報紙包起來嘅，係用報紙，報紙哦，係抽，還用報紙包，係因為像一條架差唔多90人些咧，係佢剃掉胎了，要傳下去，要傳下去，差不多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。太久了好嗎？還有咧，Edivoca 嘅漢版讓陪晒烏哈冇完全冇強用哦，你們的冇按好學的哦。佢嘅面啊，冇很好食。更好聽。當然，Edivoca 是嘅係韭菜做嘅，唔係野菜哦。因為當哦學起來會有種黏啊。就會食韭菜，韭菜就係客家精神。野菜。好啦，講正經，因為啱冇看嘛，不用韭菜。咁個包妹嘅時節，係嘅時節，時節後唔慣食韭菜，所以啦阿婆講，啱係食野菜，啱冇係食韭菜。我阿婆嘅福卡，佢有一種特別嘅美食，就係叫做漢版人係做一太糖嘛。咁我佢會先撩一碗出來，本成鵝啊是甜嘅，加砂糖，還有膠膠，唔是加水哦，膠膠哦是做啲食甜嘅，當好食 QQ 嘅。阿婆看呢平常是較有特色嘅，就是阿婆切夾包嘅粽嘅，阿婆包非常嘅客家粽，你也是粽嘅哈。係，然後講極好食咧，冇極好食咧，唔掂啊！阿公一年啦，阿公一年做得18隻，一傳十遍。等一下，阿公可能那個消化部分可能要注意。很容易耶，很容易哦，一傳18隻。給他趁正常嘅種嘅太按出來，呢個都要料，有料哦。法師冇講法療。你就做到衝中嚟，阿冇人講法冇，阿冇人講法冇。好，唔記得講乜嘅。唐講嘅頭擺吼，啲苗栗後面員講，對苗栗講到熱狗，我的熱狗不是你的熱狗啊！你冇強用嘅嘢叫啊，家自己有講到你甜不辣係鹽咧，係因為種甜不辣種鵝咧係鵝咧嚟嘅，佢從條粉色咧，你苗栗很熱嘛嘅，很熱做人都嘢叫哦，唔係很熱甜不辣又係鵝咧，就幾熟呵。嗰時候嗰邊有當到嘅肉店啊，你去地方看到啊，菜單上像熱狗啊，因為風風一條條嘅排色，唔係你點落出去粉色一條條，太過很熱鵝咧嘅東西。嗰時候唔可以食，係冇點到鵝熱嘢叫嘅話，我點唔到哦。我睇咩糖度呢？因為係頭份而家苗栗4年咁樣講嘅。哦，就係鵝咧係嘛？請認真來做證明。假設我去苗栗，我是專經嘅熱狗，繼續去偏啲上點地步切。落點地步冇買。我係鳳鳳嘅熱狗。哦，好貼片叫一個係色夾別。你喺香港然之後咧要按樣嘅叫咪，係你冇款。講乜嘅意思？咩叫就係鵝咧？就係鵝咧，我記得按到熱就係狗。鵝咧嘛。而家有嘅菜單當個做咩寫熱狗？嗰就係鵝咧嘛。其實做鵝咧。肥色，土黃色。其實我吃到家鄉，因為就係客家話，因為總係講到客家人，無論係四川腔，也係海島腔，故所睇下就話，總係要四海腔嘅感覺，四海腔嘅感覺。尤其佢嘅乜嘅桃園客運嘅片，那個廣播員就2號中央大學外側第2台上車。咁就會知道，其實幾年嘅當代表人嘅家鄉，真嘅，戰鬥人嘅家鄉嘅時節，就談到客家話係當情難那嘅感覺，全部行人強用。向上睇上攻，要把睇家公。